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16日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进前行政院的发言人丁一鸣连续惹出风波，昨已经请辞，目前是李明安秘书长代理发言人的职务。香港的媒体刊讲，中国当地咧列坚定主张台湾独立迄挂人的名单，咱国陆委会是表示这是咧制造对立。今仔日台中捷运开始试运转，卢秀燕市长讲会趁未来这1月日试跑，找出问题，尽量来改善。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一个女性对印尼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迄是20几岁的外国劳工。目前国内计共有603件病例。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罗一军医师上最新的说明。是国内新增1例境外入确定的病例是20多岁印尼籍女性的移工哈，她是社福类的移工，11月1号来台工作哈，那入境就前往集中检疫所，在期满检疫之前哈，就是11月14号的时候采检，那验出阳性哈，研判为确诊。那这是一个无症状期满确诊的病例哈，没有需要匡列其他的接触者。所以累积到现在总共603例的确诊。那从上周一到周日累积25例哈，那这个也是我们从4月5号到11号的那一周27例以来哈，就是有这个新高的一个记录。再来讲，进前行政院的发言人丁一鸣连续惹出提供用画图说明的资料，互人攻击在野党，佫有牛肉敢有落着正肉精这2件风波，昨暗也已经清示。早起立法院邀请代理的发言人行政院李明安秘书长去报告，在野党的立委直讲，行政院做说明图，煞咧交予固定一党运用，根本就是违背行政中立。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替牛肉面事件的风波指挥，19暗时请示核准。因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原本邀请丁一鸣等等行政院的官员，就制作文宣攻击在野党，严重违反行政中立专案报告，而且防质询。16敢若有暂代发言人职务的秘书长李明安出席会议进行受访的时阵指出，丁一鸣坚信要辞职。丁发言人有跟院长报告，表达他这个请辞之意。那经院长再三的慰留。因为他辞意甚坚，也有个人的生涯规划，所以就是同意他请辞。这阵的时阵，民进党立委辛发辉批评调委甲国民党立委陈天才摆出无中立的议程，是为着要修理官员。佮讲是因为立委的学养无好，要求行政院做简单好理解的图卡来解说政策是在所难免。大家知道立法委员的学养并不高，所以有的你呢就拿一些文字拿一大叠来，我们大家读就觉得烦。就说你们做个图来了，这一次被拍到你们所制作的文宣，在这个模糊地带，我认为这个东西有值得商榷。甲执政党的立委好好接触行政院的时阵真无共款，在野党的立委是真大力谴责，国民党立委单独点批评行政院，把图卡提供给特定的党团，违反行政中立法。做法上我们觉得可以不要那么尖锐了。他是不是提供给执政党的？执政党党团是不是这样子？对于这样的一个提供图卡有所要求。那当然，如果在野党有要求，行政中立法这些小编他们所做的事，难道不是在做这些事吗？他们的这些图梗图画，难道不是在攻击一些在野党吗？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这些人当然是绝对是违反了这个行政中立法。牛肉面的风波并无因为丁一鸣请辞来撤落，丁一鸣捌抛出事主牛肉面的店头家谅解的简讯，不过煞去有店总经理出面来反驳，讲根本就无这个简讯。我并没有传任何的简讯给丁发言人。也没有跟他有过联系方式。丁一鸣针对这点回应讲，鼓励简讯是创书店的头家传的，受访的时阵讲到的是重庆路老店的姓陈的头家，会阁找时间去新海路总店，甲头家做伙食饭甲致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部长级的开会仍然要举办。咱国是指派国家发展委员会蒋明鑫主委，还有行政院经济贸易谈判的丁进中总代表双人参加。因为昨中国和亚洲另外14国已经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经济部王美花部长也讲，咱当着要找别条路，尽量争取参加其他国际经济组织。
国发会主委金明鑫、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郑进忠两个人做会出席 APEC 商部长会议。会前记者会强调，除了总统蔡英文交代爱宣传台湾伫咧全球的防疫贡献，也个稳固台湾伫咧全球供应链的地位这两项日步以外，主要是讨论强化贸易甲投资，也个参与数位经济。我这次的发言会把握这样的机会，会表达出我们愿意在全世界的防疫或者是健康上，尤其是数位健康上做出更多的贡献。今年 APEC 年度部长会议有史以来第一届是透过视讯召开，时间是16暗时8点到11点40分为止。会议分做2个场次，参加国的每一个部长会当发言的时间是3分钟为限。所以讨论的主题拢是甲经济议题有关系，而且强调讲台湾的找时间表态，完全支持自由多边贸易体系。台湾是完全支持大家要继续推动一个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进行我们的这个经济贸易活动。若是针对 RCEP 的冲击，台湾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可能去用变演化。经济部长王美花指出，钢铁、石化、纺织、机械可能是受到冲击的产业，会争取加入其他国际经贸组织，也是协助产业升级，降低冲击。我们要加入 RCEP， 要经过所有的RCEP 成员的同意。那如果这一条走不通，我们当然要去走另外的路。所以跟美国的深化合作，跟追求 CPTPP 的加入，台湾就是要努力去追寻。王美花指出 ，RCEP 是由中国主导，若是要加入，就要伫咧一国两制游戏规则之下，台湾人可能无法度同意。长期以来，台湾要加入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台美的经济对话预计20开始，嘛讲台美双方对话了后，无排除会签合作备忘录 MOU。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早起有立委咧关心台湾和美国所签去外国开发基础建设的合作案，敢会因为对方总统换人，搁再有变化？财政部苏建宁部长是讲美国的制度稳定，这无影响。另外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黄天木主委也讲重话，表示若搁再有银行的专员偷领客户的价金，一定加重严办。美国白宫在伫要正当轮替，台美双方近日签订的台美基础建设融资甲市场建立合作结果，感谢因为安尼受到影响。财政部长苏建宁早起伫立法院表示，美国是真现实的民主国家，制度拢有延续性，袂因为任何人当选来改变。那这个合作架构未来的进行方式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最主要强调的是说民间部门的参与，那。重点是它那个融资市场的这个部分，它可能从这个所谓的债券市场发行债券取得资金。若是台新银行、中富分行推出理财专员使用客户的存款，金额是要加2.9亿。针对这种理专下钱的案件，金管会主委黄天木连讲2届亲无痛决，而且表示未来若是搁发生理专偷摕钱的银行，毋是干那罚款，计对公司治理变革来扣分。根据金管会统计，对2010年到今年，金管会已经累计裁罚理专监守自盗案35件，小计银行22件，裁罚1.69亿。今年还阁有玉山银行、甲台新银行还未处理。对所有理专弊案的这种发生，我只有4个字：深恶痛绝。这件事情凸显的不是一个弊案，我们要检视我们的金融机构，它的企业文化是不是符合诚信的这个标准，它的内部控制，它的法遵。他的公司治理，他的公平待客，都需要被检视。面对理专偷领钱的案件，台新发出声明表示，本来经过客户反映校务无正常汇入来记录，就需调查，而且发现理专涉嫌使用客户校号的资金，就需发出重大误发事件来通报主管机关，而且已经报请检警来侦办。本案若是有损害客户的权益，本行会负责保障客户的权益，对涉案的同志嘛依法来法办，绝对袂放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的媒体《大公报》当有刊讲，中国当地咧列出坚定主张台湾独立这寡人士的名单，佮要采取严厉制裁。但咱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区绥靖副主委也表示，中国雕工操作这款极端的话题，就是要逼台湾人家己束缚言论的主张，制造两边的对立，定就会破坏和平佮稳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态度分裂势力。
2005年，北京通过反分裂国家法，15周年座谈会进前，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伫咧工作报告当中话讲，坚决反对台独。香港大公报报道指出，中国相关单位为着打击台独势力愈来愈插手的情形，当伫咧研究制定台独分子的名单，要针对相关的人士采取严格制裁，而且重新追究责任。针对这点，陆委会认为讲，中共一向用压迫的手段来威胁异己人士。对岸刻意操纵此种极端偏激议题，意图恫吓台湾自我限缩审查，煽动两岸对立情绪，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只会徒劳无功，适得其反。陆委会话讲，北京当局应该放弃非理性、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才会当避免高一名错误的行为，致使负面的效果。民进党立委陈定辉认为讲，这是恐吓外交，对两岸的发展并无帮助。如果依照中国的标准，可能只有所谓的马英九们，这唯有2%的统派分子，真正统派分子不是在他们的名单之内。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内宣的效果大于实质恐吓或者是制裁的效果。那我只是很担心，就是说他会变成是一个罗织罪名的一个未来可能会对不是主张台独的人。国民党立委陈立文是烦恼讲，所谓台独的名单到底是为倒位来的？若中国真正对台湾恐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捌伫咧美国总统大选了后讲，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引起中国的不满。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伫咧美当时间18早起，会伫咧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视讯会谈，担任引言人，强调讲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是台湾不变的承诺甲坚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近来这9冬，美国若要派出太空人飞去地球外围的国际太空站交换班，拢都要挖别国斗债。昨太空总署 NASA 大力支持的民间公司 SpaceX 改变历史，拍火箭甲第2代天龙号的太空船送去到半空中，顶头就有坐4名太空人。这也听好讲是美国的民间企业投入太空科技的一项大进展。5, 4, 3, 2, 1, 0. Ignition. Lift off. 美东时间15礼拜日暗时7点27分，莱茵高科火箭拖长长的火箭甲乌烟，伫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升空。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天龙号太空舱研发工作，上早是到2004年开始。迄当阵，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太空搜集队，伫2011年全数退役了后，美国国内渐渐出现要求家己发射太空船的声音。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d 0% of the global market share in commercial space launch because of the investments of NASA for the last 10 years. Because of these investments, commercial resupply and now commercial crew, over 70% of the commercial launch market is American. SpaceX 的天龙号太空船分做2个系列，一种是专门运送物资的第1代，第2就是即届升空的第2代。载回时阵，上济会当送7个太空人入去地球的轨道。今年5月份进行头一摆载人试飞成功了后，11月份是第1届正式执行送太空人去国际太空站换班的任务。即届升空的4个太空人当中，其中一个是对日本来的资深太空人野口聪一，伊捌伫2005年坐发现号太空梭，2009年坐联合号太空船2届去 ISS 执行任务。Our name is resilience. Resilience is power to recover, will to restore, and we strive to survive. 天龙号第2代后一届的任务预计伫明年3月份出发。除了照例有另外一个日本籍太空人新出张燕来参加，嘛头一届有欧洲太空人是伫法国来的托马佩斯凯。除了 SpaceX、NASA 另外一间包厢是老牌航太大厂波音公司，太空船的名是 CST-100星际航线。毋过，去年12月份起飞时阵，因为软体问题宣告失败。后一届无人起飞要等到明年1月份，头一届载人起飞嘛要拖到明年7月份才会当出发。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欧洲东南部的希腊这国武汉肺炎又搁严重摊开，染病的人数甚至比到顶半年咧摊的时加出5倍多，但已经要实施全国性的封锁令。因为当前的加护病房用要无够用，希腊政府的健康部长也讲，即阵当艰难，万国民都要照约束，带动传染症的工作，都做好彻底。Είσαι στη μονάδα εντατικής θεραπείας. Είχες ένα πρόβλημα με τον αναπνευστικό σου.
Δεν μπορείς να μου μιλήσεις αυτή τη στιγμή γιατί έχεις ένα σωλείο στο στόμα. Θα από τον βγάλουμε και θα μου μιλήσεις. Με καταλαβαίνεις που σου μιλάω?这是伫咧希腊第二大城塞萨鲁尼基的一间病院内底同齐教学病房。最近这款的对话是愈来愈多，新冠病毒的患者到好起去的时阵，心内是真惊吓。啊，毋过敢若会当甲性命交予医疗人员，医护要救命嘛，承担真大的风险甲压力。第二波疫情的感染人数比第一波高5倍。 Και αυτό που έχουμε δει μέχρι τώρα είναι ότι οι ηλικίες είναι πολύ χαμηλότερες από όσο ήταν. Αντί για τους 80άριδες έχουμε πλέον 40άριδες, 50άριδες και 60άριδες. Ο φόβος με αυτή την εποχή σαν γιατρός είναι ότι ο αριθμός των ασθενών θα είναι τόσο μεγάλος που και δεν θα μπορείς να τους εξυπηρετήσεις όλους και αυτούς που εξυπηρετείς. 这间病院目前新冠病毒的专职医护150人，治病患者152个，当前加护病床37床，已经用32床，照顾因的医护有的感染过，而且恢复即摆已经重新转来。辉瑞甲德国生技公司帮泰克保护消息，研发的疫苗证实保护的效力有90%。医师知影拢真乐观，啊，毋过嘛是真谨慎伫看待。 Προσωπικά είμαι αρκετά επιφυλακτικός στο πότε θα έρθει, ποια αποτελεσματικότητα θα έχει, ποιο μέρος του πληθυσμού θα προλάβει να εμβολιαστεί. 11月初，塞萨洛尼基的疫情向升悬，卫生官员召开紧急会议，伫市内病院的同齐加护病床增加50床，准备要应战。 Θα καταφέρουμε να τα απεξέλθουμε, αρκεί επαναλαμβάνω να αναρωτηθούμε τι πήγε λάθος. 希腊的健康官员表示，即马是上艰难的时阵，而且压力真大。俄罗医护讲话嘛，拜托全民爱遵守防疫规范，因为甲家己保护好好，就是对医护人员上大的尊重。记者综合报道。倒当关心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建设11档才完成的台中捷运，今日开始试运转。 来试坐民众定定，登客的时阵1点钟出入有2000几人。罗秀燕市长就讲，就是要趁未来这1个月的试碰，找出问题，改善甲调整。是讲目前台中市坐公车起落10公里内是优待免费，捷运敢有较利便，民众看法也无相共。台中捷运试营运的头一天，这对拄刷落来的翁仔某早起就来体验。今开业来做啊，今仔日佚佗欢喜。 啊，毋过台中捷运伫咧上德站的开门时间，敢若15秒，警示声单线的上尾1秒，门就会随关开。甲台北捷运、桃园捷运开门的时阵，各一个春秋的时间无同，都有乘客牌仔险去互门夹着。有民众试坐了后，发现台中捷运专线伫咧转弯的时阵会出现声音。有学生表示，捷运免费试坐结束了后，要选择10公里免费的公车，还是捷运，可能爱伫咧费用甲时间点管各算一个。选择搭捷运，你到你学校大概还要应该10分钟就到了，很快。差不多15到20。可能要柔顺一点，可是就是在转弯的时候声音大一点。 那个大音，我大的声音，我觉得我跟在台北坐捷运的声音是不大相同的。台中市长罗秀燕伫咧试营运的头一天早起9点来台中捷运上德站来视察，针对上班时间1点钟以来有2000多人次表示真满意。试营运的期间嘛进行各种压力测试，通进行检讨改进。因为今天是第一天试营运，那未来的这1个月当中，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哈，那来了解哈民众的需求或者哪些地方需要再调整或是改进。尖峰时刻的人流啊，一般来讲。 2000多人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车流。台中捷运经过11年，总算是完工。11月16正式开放，予民众来试坐。若是一切顺利，预计伫咧12月19正式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这礼拜5，卫生福利部专门健保的会议，就要讨论健保费调整的提案。在卫生福利部的建议，估计是一个人1月日就要加纳100左右。 啊，健保会内底委员是有的主张，这站经济长歹，上好就爱慢车起。不过嘛，有人讲，就是传染症造成医疗的负担重，保费若起，民众的健康才顾会周全。健保费可能一定爱起价啊！健保会这个拜5、20会开会讨论健保费率调整起价案件，因为卫福部长陈时中顶日捌表态，健保债务亏损扩大，健保费率是一定爱起。目前卫福部提出来版本费率超是5.25%到5.55%，比即卖费率4.69%是关真济。预计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增加100块的保费。针对这件代志，健保会委员有的人的看法不同。劳工的部分呢，每一年政府都拨200亿啊。
那健保的部分，如果像今年的疫情这种状况之下，政府也应该考虑呢，可以来多一点的负担。那健保汇率是不需要做调整的。你这个时候调高保费呢，那告诉我们的医疗体系说，政府在这里会做持续的投资，会全力的一个相挺。那我觉得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卫福部表示，对人口老化甲薪油给付等等的影响，健保医疗支出会愈来愈多。虽望补充保费，但年资金超过400亿，啊，不过3年前健保收支已经拄正转负，预计今年负债达到676亿，到今年底健保安全准备金会无加1个月。照全面健保法的规定，健保是收支联动机制，才会当维持财务平衡，所以提案予健保会委员来讨论。明年如果安全准备第1.5个月的话，你就必须要调升，所以现在是根据这个机制要调升。若是外界团工行政院高层考虑疫情冲击经济，虽然这波起价紧绷，也就是汇率唔通超过马政府时代的5.17%。针对这件代志，卫福部是否认这项讲法，而且强调讲尊重健保会委员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11月13日下晡，云林县启动罗水溪南平花的粪扫场，发生一个骑奥多巴的男性去遐点火，造成空气的污染。买手分局调监视器，无甲1日就抓到嫌疑犯。若警方积极咧追查，县府环保局但嘛宣布成立环境品质监督小组，望讲后摆第一时间就会当锁定排出污染歹空气的源头伫倒位。对监视器当中会当看到13下晡4点外，一个查甫人骑车去罗水溪边的赤洞粪扫场，落车了后亲像受放火，了后就赶紧骑车离开。经过斗六分局调附近道路的警用民用监视器，案发了后20点钟，抓到姓郭的嫌犯。在24小时以内立即把那个不幸犯嫌查缉到案在这边呼吁不要随便放火不幸犯嫌我们以纵火公共危险的纵火罪来移送警方表示，这个48岁姓郭的查甫人，只是过路看到边有杂草就点火，加上最近罗水溪畔发生几落件导火烧的案件，造成空气品质恶化。除了警方赶紧的追查，环保局嘛成立环境品质监督小组，建立当地工厂的相关数据。若是发生污染事件，透过村里办公室第一时间联络，找出污染源。之前针对一些空气异味的问题，我们大概都没有办法很精准掌握，因为来源其实非常复杂啦。那希望说有一些专家学者进来组成一个共同监督小组，民众把信息第一时间传递进来，我们这个数据可以建构起来之后，应该可以比较精准的分析说那个污染源在哪里。环保局表示，最近岛南地区一直有民众检举环境臭味的问题，虽然有派人监控调查，但是拢无找到确定的污染源。今麦透过监督小组甲专家协助，希望找出臭味的来源。若是发现厂商有无适当的行为，会依规定开罚，而且立管辅导厂商，让附近的居民有好的空气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几站6度的消息。顶月日台北市警方伫中山区一间酒店现场敲出K他命，市府党已经宣布处分停业半冬，还佫罚金50万。台北市警察局也强调讲，虽然去年有查到3组酒店、3间旅馆牵涉毒品的案件，不过当酒店的暗锁拢加几落严，警方要讲入去也真费时间。希望民众若发觉有毒品，就要积极斗通报。维安特军队员穿着规身躯的装备，10月2日透早6点外，赶入去这间伫咧台北市中山区的酒店。因为这间酒店内敢若有人客伫咧做毒品，结果敲到其他名等毒品。带回来的3级人里面有7个人尿液呈阳性反应，经过把这些结果移送给台北市政府进行查处之后，在11月13号，经台北市政府勒令源自酒店对罚还新台币50万，并停止营业1年6个月。台北市警察局讲，自从107年开始，用大数据的资料库分析，针对容易发生不法的酒店，搜查证据了，在108年查到3间酒店加3间旅馆涉及毒品的案件，分别处罚款加要求停业。因果伫咧采用攻击的方式了，各酒店也发展出规避查缉的方法。所有的酒店，它就在它的门的地方，对外的逃生门也好，楼梯通道也好，
经加装了多重的暗锁，甚至于天地锁，让我们即使用攻坚的方法，你也没办法在短期10分钟以内进得去。台北市警察局强调，若是民众发现有毒品案，要赶紧通知警方，警方会全力侦办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9月时，桃园客运一个姓罗的司机，伫咧当地的中间刑坎雄雄翻腾，总是伊也加起紧加咧，甲旅客拢送到站才去诊断，甚至因兜的亲人阁有接到病情危急的通知，结果公司煞要求罗先生家己请病假，危急阁甲减甲剩18000块。总是桃园客运这边也讲，若要认定是职业灾害，就要经过劳保局判断。桃园客运姓罗的司机，甲乘客送到总站了后，手摸胸坎，表情是真痛苦，连办公室的门都行袂到位。同事发现伊有各样，赶紧甲送病院急救。家属还阁收到病情危险的通知，加载救回转来。不过，伊真不满桃园客运无直接认定是职灾，阁要求伊爱请病假、事假，月计还阁封口甲干那剩18000。后每一天工时超过14点钟，姓罗的司机是真庆幸。我们镇长有来关心而已，其他的都没有来责任关心。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没有报，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下文，我才自己去报，才自己去办职灾。这个姓罗的司机表示，9月14伊为台北赛车去桃园，还未载人客进前，就已经出现身体无爽快、吐的情形，而且考虑到这个路线1点钟才一班车，所以伊硬驶去国道。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伊胸坎一直真痛，强要袂喘气，只好一手拿对胸坎，一手换hand道路，顺利甲人客载到位。伊不满代志发生了后，公司的高层根本就无人来关心，除了爱甲假歇好了，还阁有留职停薪，嘛建议伊爱转入站务员。不过姓罗的司机讲，安尼薪水根本就无法度饲一家伙啊！立即通报劳检处进行职灾的通报。那进行职灾通报以后，劳检处主管单位这边也相当有关心的本案所以也来公司这边了解。那在10月27号，我们已经函送给劳动部，目前在认定中。桃园客运强调讲，这个个案公司已经按相关的规定来通报，职灾的诊断要予医师来认定。公司已经提供相关的资料，予劳保单位来调查。强调讲，若是认定是职灾，绝对袂予员工的权益受到损害。桃园市劳检处表示，案件已经送去劳动部来调查认定，过来就等结果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桃园的消息来讲，龙潭遮已经有畜牧的业者请到市府同意，要来设饲鸡仔场。但早起地方也有200几个里民出来抗议讲，在庄食水倒水的倒也真有限，大多数的徛家拢是绕地下水咧生活，饲鸡场确实是会影响水质。市府农业局表示，已经有要求业者都要含砖头先打合好势，才会当建设。守护高屏，守护高屏，拒绝养鸡场，拒绝养鸡场。桃园市龙潭要起饲鸡场，200多个里民组织救火，去饲鸡场的场地扭布条，加抗议的旗啊，大声喊讲拒绝起饲鸡场，反对起鸡条。因那议员甲立委也去现场甲因応援。今天我们有那么好又那么优质的水我们也不希望被污染到。既然你政府没办法进来给我们使用那我们自救，希望政府能够听到这个，把机场撤掉。我荣园国小就在这个地方的后方500公尺左右。如果这边盖鸡舍、盖养鸡场的话，孩子在这种恶臭的空气之下，如何能够安心上课？农业局表示，土地是农牧用地，无伫咧水源保护区或者是集水区。新的饲鸡场规模要饲1万只的鸡，业者有合法摕到市府核发的畜牧设施用稳使用同意书。包括鸡屎的处理、甲水质的维护等等。不过目前也未完成营业登记甲许可，已经有请业者爱甲地方好好沟通，得到共识了后才动工。是否审查它是有取得这个合法的这个容许证照？本局也有去协调，那希望业者充分跟地方的里民沟通之后再行施作。自救会表示，当地离饲鸡场无甲100公尺的所在就有人住，这个区域安尼自来水供并无济。大部分的人啉的拢是地下水，附近还阁有龙源国小，烦恼讲若饲鸡场营运了后，会污染到水质甲环境，要求市府袂当核准互因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时代力量的陈椒华立委和环保团体一再咧追查屏东县内凯林公司所涉的营建业废品土石风处理场的污染问题。早起因证人阁指出讲，废弃物内底插着玻璃纤维粉，是对桃园卖落去的，敢是有人放目？总是桃园市府这边驳回讲，今年过处理过的废弃物拢无查到卖对屏东去的记载。
面对甲环保团队代表国到屏东的开林土资厂废弃物调查有上新的进展。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点名同市政府，讲废弃物内面的玻璃纤维、树脂粉，测出汞的含量超过标准，超出有害塑料废弃物的认定标准。调查了发现，废弃物是来自桃园的3间废弃物处理业者。我们现在从凯林公司堆制的产品，就这一包，我们拿去做 TCLP 实验，铜的含量超标，铜的含量超标，它就是有害事业废弃物。环保团队质疑，同市政府所核发的这3间废弃物处理业者的许可证有放水嫌疑。因为并无要求业者当金属的用质量要比有害塑料废弃物的认定标准较低，才互业者会当把有害塑料废弃物包装成这资源化产品来卖，要求环保署来把关。我们有发布一个许可管理办法，所以许可管理办法这个许可就是让地方政府可以去公告，是不是？他们可以去审核这个，就是处理机构去审核他们所产生的资源化产品。好，对此，同市政府环保局回应，凯林土资厂废弃物案的玻璃纤维树脂是经过处理，是资源化产品，不是塑料废弃物。市政府自申报系统开展的结果，109年同市处理机构所产生的资源化产品，也无留去屏东县。对资源化产品若是违法，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医疗的新消息，早起中央研究院细胞与个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学者宣布，已经研究出专门针对癌细胞的新型抗体，会当压制癌症恶化，但嘛已经经过动物实验证明有效。尤其佫也请到真侪国家的专利，望讲2年内就会当开发出药品，帮助当地咧对抗癌症的患者。详细解说癌细胞安怎生产甲恶化，对人类的生命造成的危害。中研院细胞所16发表重大突破，针对癌症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方认为是变色癌细胞重要目标的上皮细胞黏附分子来处理，研发出相对应的中和性单株抗体，来压制癌细胞生长的机制，而且伫动物式的实验当中，大幅度提升实验鸟鼠的存活率。除了结合到这个它的标的物以外，它还可以阻断这个讯号传递。所以目前这个抗体也是目前的发表里面唯一可以杀死癌细胞，直接杀死癌细胞的一个单株抗体。研发团队强调讲，这个抗体真有发展的空间，而且已经摕到几啊国的专利，也佫得到科技部的支持。团队设立新创公司，进驻国家先进研究园区，持续研发。最主要是用抗体药物、蛋白质药物的形式开发，所以我们也申请了架创计划。架创计划已经顺利完成，那团队也将已经成立新创公司，会进驻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做药物的开发。那这项研究成果最近已经刊伫国际期刊《癌症研究》，嘛得到国家的关心。研究团队希望伫2年内为药的研发也佫有使用的方式发展，来帮助病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顶礼拜台湾大学连续发生3宗大学生行地路的案件。立法委员高虹安也整理出去年因为这款原因死亡的学生有59个，结果今年到打煞已经有76宗不幸。教育部潘文忠部长也表示，已经要求各学校每一级辅导学生的工作，拢都要落实办理，爱正是支持会到心理有难关的学生。立法院国文会审查教育部甲国立大学的预算，真侪立委关心最近台大校园连续发生学生自杀的事件。立委高虹安积极讲，各大学的学生辅导工作变革，敢若伫2018年执行过一届，而且敢若46%的大学通过，佮加上今年到冬学生自杀死亡的人数已经比去年悬出2成倍，教育部有必要来检讨。去年的数字是59位，今年还没有结束，已经升高到76位。那刚刚听到又有1000多位，还没有听到明确数字，所以看起来今年的数字是持续的升高。今次各大学变革无通过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力不够。立委积极讲，连台大医药咨商拢爱等真久。台大108学年总数31945个人，专任心理师资25个人，算呢，一个老师爱负责1277.8个人，佫无符合规定的标准。毋过校长关仲敏回应讲，学校内底佫有21个兼任的员工，每年嘛佫会新增加人力。交流版上面有很多人写，他说预约要等待2-3个礼拜，那这样的心理辅导
的人力其实的确是有一些不足。我们是有25位专任，21位兼任。我们本来就已经规划下一个年度还会有6位的兼任人员，就希望可以弥补。3级辅导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从1级的能够有更多的甚至是全体的老师啊，都能够来关切。相关需要关怀的这样的孩子。潘部长表示，最近各大学都在进行期中考，学生的心理是更较需要关怀，学校会透过3级辅导机制来关心学生。教育部已经伫咧顶礼拜发文给学校，学生辅导的注意事项甲通报提醒，而且请校方进一步盘点开放性的场所，希望帮助学生会当伫更较友善的环境度过需要互支持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高雄市的警方近来发生几落站警员食酒煞塞车的案件，但前镇分局就设计出予亲人的一封批，要求手下的警员早登去予厝邻的人签名。总是有民众咧回讲，警员拢是成年人，哪会牵连对厝邻的人去？分局这边是说明，就是休困日，警员和亲人做伙的时间长，才会想出这步要来劝解人唔通食酒。高雄最近发生过几落遍警察啉酒开车案件，各分局是想办法莫互代志搁发生。前镇分局就特别做互厝内人的一张批，下加并且应有共同防制酒驾的连叔叔，请警察交互家人签名，希望厝内人做人提醒。也有人讲，警察大人大警啊，爱家己负责。成人了不是应该自己负责任的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所长这个作为有任何实质的效用吗？完全没有吧。不一定说快30岁了，然后不能说不签这样的，还是得做好一个责任在。前镇分局讲，警察啉酒开车已经自记1支大过调职，改做记2支大过免职，对警察的家庭影响真大。警察啉酒开车，大部分拢是伫休假的时阵，甲厝内人斗阵的时间较长，才会请亲人斗阵注意。另外，分局内面的公布帮、便所加网络社团也都有打防酒驾的传单。给家属的这封信，其实我们的用意第一个就是说，有鉴于各单位远景在酒驾这方面都是发生在休假期间，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跟家属一起来防治应该是分局的好意啦，毕竟如果上了新闻，也是很对警界是伤誉就是受害蛮严重的对我们个人也会造成损失啊。基层环境讲，知影分局是好意，家己也已经配合互家属签名。高雄市前镇分局讲，只是叫警察确实转达互家属知影，无强迫性，希望警察做民众的好模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大陆区国家公园的三月吊桥今年8月开始开放，不过若要去到遐行搭，就要先对网络预约报名。结果当所有不少的业者预约了，把名额摕出来转手卖人。但国家公园的管理处就宣布讲，过来预约的旅客拢就要对身份证报到，才会当出入。这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部落湾台地，因为今仔日桥要修理，所以游客无法度入去。大家伫咧三月吊桥头前的观测站顶观爱讲，爱伫网络预约是真无方便，而且敢若开放4个时段，总共1000人不够。你们现场报名比较方便啊，像我们如果在临时起意来花莲要过来，哇，他们没开放啊，他这样就不开放，他说也不开放现场报名。三月吊桥伫咧今年8月初开放了后，为着安全，原本逐工敢若开放4个时段，一届200人，毋过伫咧外界一直要求之下，太管处修正做一届250人，名额真少，煞去有一寡业者伫咧网络地定来趁钱。那这个业者经过我们的道德劝说，也答应从此不再做这样一个处理。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将于11月18号采取实名制。来保障全国国民的一个权利。新名制实施了后，预约报名游客必须摕身份证才会当入内。另外报名了后，无来旅客嘛去用家己去黑名单，停关1年袂当搁申请。太管处强调讲，三月吊桥的安全承载上关紧绷是300人，希望外界当体谅。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东部的消息，海鱼基金会和渔业署、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合作，已经用特殊的技术发出对印尼引进和东部的海面的龙虾共种的虾仔载，早起也载250只去台东县富山河渔区放落水，这也是咱国内头一摆咧放龙虾仔。
这250只花斑的龙虾仔啊，是为印尼来的，甲台湾东部接看到是同一个品种。不过因为掠了伤过头，即马数量愈来愈少。经过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用特殊的方式来饲龙虾仔啊2个月，已经突破人工饲的困境。16在海鱼基金会发起的促调鱼仔啊放流的活动当中，头一届早去台东县富山河鱼区放流。利用一些比较让它能够躲藏，然后也比较特别的食物，让它能够提高它的活存力。那目前从透明虾一直到目前这个 size 3公分以上，大概可以到7、8成的活存力。我会寻找有巡守队守护的这个海域，那优先来做将来龙虾富裕的这个示范地区。对，那今天就是算是第一个示范点这样。除了龙虾仔啊，即个还阁放流200多只真古锥的小丑鱼仔啊，还阁有1万多尾触钓鱼仔啊。当地富山国小的学生用挂桶接的方式，把一桶一桶的鱼仔啊倒入去海里。因为富山河鱼区是台东县真有名海鱼仔的观光景点，不过目前是禁止饲鱼啊。另外，有游客看到放流的活动，嘛临时加入保育海洋的行动。之前还去喂食的，我觉得这样还给小孩子体验还不错。对。那我们的主轴还是以渔业资源保育为主，然后观光为辅。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强调讲，这个放流的花斑龙虾仔啊，会搁社区进行成长情形的调查，或者龙虾仔啊，伫天然的环境，还搁有伫人为的保护之下大汉，而且会当继续生团，增加族群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南市后壁无美乐社区遮。出产过冠军米的丰盈米厂，过去13冬拢是一律采用放鸭落去产卵，通杂草掠虫，安尼就免用到农药这款种植的办法。讲起来也是上界有代表性，食农教育和大自然生态参与的场所。我见200只鸭伫田中行来行去，因为鸭是杂食性的动物，啥物拢食。来到田地，因食杂草也食虫。甲成长的稻仔同齐共生。这里的环境、空气、水源都要很好，有生命的鸭子才能存在。一只的鸭，逐工自早起到暗时伫田地四过行，到伫行来行去的时阵，会当顺伫稻仔顶面的露水滴落来，减少蠓虫的滋生。稻仔共生就免喷农药，唔那减轻农民的工作，也会当种出更加健康、更加好食的稻米。它的鸭掌非常大，它的鸭掌大当中，它可以刺激稻子的根往下扎根，还有最重要的是，它很早就起来工作，然后把田里面的那个叶子的露水都会用不见了，就不会滋生很多病菌呐它的排泄物还可以当肥料，所以呢，鸭子。可以帮农民工作当中呢，让农民很轻松。虽然稻鸭共生，也会有大约1成的稻米伫生长的过程中，就叫鸭食掉。不过，丰盈米厂表示，几啊年来推广稻鸭共生，坚持优先耕作，因搁较了解环境永续发展的重要，而且因的田都是一个上好的生态，是农教育的场合。记者综合报道。看过咱生活的环境来讲，中华鹿港的杨厝社区有一阵千岁志工队，老阿公、老阿嬷，逐日透早拢会出门去摒扫社区的环境。看因遮尔热心，庄头的大大细细嘛讲，确实是真甘心。透早天光，这阵阿公阿嬷有人举扫帚，有人举铁白啊咧扫树叶，个人光脚啊咧锯树尾，竟然做甲干插出楼，斗阵甲杂草、树叶变清气。这是鹿港的杨厝社区千岁志工队，社区的阿公阿嬷三甲维护环境。咱在老志工哦，大家拢透早就来报道啊，大家拢流汗呢，来食早起。感谢咱鹿港镇公所嘛派着清洁队，伊的清洁人员，甲伊的清洁车来甲咱支援。规堆的树叶、杂草甲树枝是这阵阿公阿嬷同齐合作，斗阵野铁白啊拼出来的成果。这阵老志工已经有好通享好，煞无点处理做咧伊，阁愿意行出来最好守护社区环境。杨厝社区啊，真的很感谢有这些千岁团、这些长辈的帮忙呐，不然的话，其实一般的年轻人都要市农工商，所以真的是我们的社区真的有很多的公园，包括绿美化的地方，都是靠这些长辈平常的帮忙的整理跟维护，所以真的是看到他们都那么努力在做了，所以我们身为年轻人的话，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杨厝社区这阵千岁志工队阿公阿嬷唔惊艰苦，贡献家己的时间、气力，试过为社区拼杀，也带动少年家加入，最好让杨厝社区保持清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逐年9月、10月拢会开花的高架草，本地花若冷气就是扫讨角。结果，当台南市才有社区和学校合作，把高架叶仔摕来染布，各经研究甲技术真稳定。8日啊，望讲会当推出文化创意的新产品。这寡无共设计部拢上实物拟出来。台南市大内石子内社区和台南艺术大学合作。推出用田根紫草的叶来染布，而且布料也影响到染出来的色水。另外，台南有来爱纸嘛，通摕来染。左手边哈，这是用洛梨纸在做的染剂做出来的染布哈，所以说农废弃物再利用。那在我的右手边这个叫田根紫草哈，它的染剂哈，那它有分它不同布种所染漆的东西会不一样。这个我们经过南艺大的博士们哈，在教我们社区的志工，洛梨纸下去煮，浸泡的时间。跟它重复性，所以说它染出的颜色会有所变化。这片看起来像官网的田根紫草，台语号做高架，和官网无共，伊是生伫河边的沙石地。逐当的9月到10月是伊的花期，不过伫花冷起了，就会红当做废物。但是社区和学校做伙实验，互因有新的用途。发展农废弃物再利用，而且田根草已经忙完开完之后，把它做我们的工艺品，造成社区经济。未来社区人也希望透过布料开发相关的商品，互废材会使搁再利用，也促进遮的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云林县的大西遮有一间真有气氛的海口故事屋。日本时代是庄长的官舍，即马经过县府修理复原，这栋60-70年的历史建筑重新搁再闹热起来，会当办活动，会当看展览，搁也通来遮听故事，讲过去。伫咧木造的日本建筑内底，一群幼儿园的囡仔真认真咧做阿布岛。另外一边嘛有长照中心的时代来咧参观，遮因过是云林大西的海口庄长官舍，自日本时代起好用较大的历史建筑，经过县府修复了后，即马正做海口故事屋。讲好了呢吼，唔捌管这事只起只兴落去的去只主事啊，来遮娱乐，啊，就看一册呢，迄个哦，袂歹啊。海口故事屋内底除了有故事册通好看，场地嘛会用来举办真侪无共款的展览甲活动，互大家当更较了解世间各种的故事。进前嘛有新品的行动图书馆来到遮，5回接收的绘本，互囡仔看甲真欢喜。带他们来认识不一样的看书的那个情景，手作也可以增加他们手眼协调。透早10点到下晡5点拢有开吼，欢迎大家吼有时间会当来参观。海口故事屋唔那是甲历史建筑重新再利用，提供外地来游客一个特别的景点，更加是互在地大人囡仔会当来遮听故事、看展览，促进人文交流的好所在。大家一起来看书。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世界的新时代，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果虽然还未完全断落，不过有个国家所以已经开始咧防Joe Biden的潮流。亲像中国北京有一间拜登捌去食过的饭岛啊，即阵生意是强滚。日本新本馆有一个店长，伊的名读起来和拜登嘛要共，即当阵嘛是众人议论的焦点。店仔内底外口刻个满一间油漆茶馆，最近红遍海内外。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捌来遮食料理，吸引真侪人小在上门要食这好食的物件。我也是从这个媒体消息上听说过的，拜登曾经来过这里，那么我今天散步到这里，顺便来看一看，就是叫打卡。希望他抓紧控制住疫情吧，让全世界都变得更好一点。拜登到这间店仔来食是伫2011年8月，伊做美国副总统的时阵，伊是第一摆访问中国，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陆家辉，还佫用微博征求网友推荐在地餐厅，引起真侪人注意，最后决定伫这间餐厅食饭，互头家到即马依然是会记哩。上次呢，他吃了这个我们的制作的这个炸酱面，还有我们的包子哈。现在呢，我们这个菜品呢更加的这个丰富啊。
拜登伫点来食饭的相片，互营业增加啤酒。真侪人来到这，就是要按照拜登套餐来点。即马拜登伫选举当中胜选，也搁一摆为这间店带来新一波的消费高峰。受拜登风潮影响红起来，也搁有一本新闻馆的山道顶店长梅店长。原本梅店长这一本名字发音是有咩打犹他卡，啊，毋过卡斯以单纯汉字发音，就会正做拜店长，就亲像甲拜登共名。アメリカの大統領が遠い存在じゃなかったですか。それがたまたまこういう形の中で名前が読み方が一緒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随分、親しみを持った中で今電話が通じか分かりませんが、まあ手紙はもう書い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因为安尼巧合过去几工，梅店长正做海内外媒体拢报道的人物，有人建议伊飞到美国会见拜登，或者是邀请拜登到山道顶佚佗，邀人讲算笑。未来只要名字当中起姓梅店的人，拢应叫做拜登。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11月14，埃及的开罗这个都市有一处墓地，找到象拔蚌彩画观察。经过电工扫落去，佫发觉观察内有真侪镀金的雕像，含保存了真完全的木乃伊。照看可能是2500年前留到即阵真宝贵的文物。考古学家偷偷甲棺木拍开，会当看到内底人壳有甲官兵包甲真完整。埃及政府伫当地14宣布，在开罗南边的萨卡拉墓地发现了至少100个真古早的棺木，这嘛是10月发现59个彩色棺木以来，佮一摆发现考古文物。Today, we are announcing the discovery of more than 100 sealed, colored, intact human coffins and more than 40 funerary masks and the statues and canopic jars and this wonderful wooden private statue. 埃及政府伫萨卡拉墓地左塞尔金字塔举行临时展览会，科学家用 X 光来检验棺木内底的人壳，认为这文物的历史差不多是2500年前托勒密王朝的文物，而且为棺木面顶用金漆来装饰、来画图，甲保存甲真好的人壳。研判这棺木的身份有可能是当时的官员，也是贵族。But I can see that the level or the standard or the people who are buried here, they are a little bit rich than the other ones. So that's why they could buy coffins gilded. They could afford it. So we have another shaft full of coffins, well gilded, well painted, well decorated. 这新发现的棺木甲人壳制品会分别送去，包括伫吉萨金字塔附近搭咧起的大埃及博物馆，这3个博物馆内底保存。如果伫明年开放的大埃及博物馆内底会展出。埃及政府表示，未来可以陆续公布伫萨卡拉墓地其他珍贵宝物。公司新闻电视台编译。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3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4度到29度。台南、高雄、屏东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20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Thank you.